关心的是新北市的消息。新北市树林有一间教训班有教练伫讲啊，有一个女学员可能是拿塞车、拿算手机啊，所以讲呢，弄歹教训班内底3台新买教练车，即干那修理都要几10万。这个学员呢，这出代志了，佫无想要负责任，直接就退训，或者教训班呢只好偏啊忙咧，家己去修理。是讲依照交通部定型化客约的规定，学员若是家己无遵守法规发生代志者，其实是爱负责。 汽车轰弄甲钣金拢是扣分，边啊另外一台车车尾也轰弄甲冒落，另外一边的公报栏同款也受到影响。原来是有教训班的学生啊，敢若是赛车用手机啊弄坏几台新买教练车。 学生啊，和家长出代志，爱过教训班来赔。是觉得说不好意思，但是我们也没有让他做赔偿的动作。教练讲，这个跳水女学员其实已经上10节课，会当独立练习，所以教练就去边啊辅导其他学员。要过伊敢若是耍手机啊，耍到细心，惹出代志，说电到将错误撒给教练，佮因为安尼退训，无想要负责。就是上坡下来之后，有个转弯处之后变成直行。 那这个过程中就变成是滑行的状态，这样子，直到就是撞到里面去。代志就发生伫4月13，新北树林这间教训班，赛车进前教练拢会先查看四周围，确认人啊敢有各样，做好赛车进前的检查。教训班的每一台车嘛拢有保险，是讲这班的跳水地点伫私人场地，所以无法度理赔。 损害的3台车维修的费用就得要10万块，拢总爱由教训班和教练家己吸收。公司也愿意说，就是为我们老师就是负责这样子，因为不会让整个老师就是去负担整个全额的费用的，因为老师真的不好当。那是咧上教训班的时阵跳输，那咧学生啊敢爱赔偿？交通部定型化合约内底有规定，学生啊伫教训班发生事故，就爱由教训班负起赔偿的责任。 要果若是教练已经尽责任，避免学生啊发生危险，学生啊无遵守规矩，责任就伫学生啊身上。敢若会当讲，即便是教训班赔，要果若是了后学生啊开车上路无守规矩，伤害恐惊到唔安尼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